那你平台讲呢有两种人，一种呢，虽然讲你都不是夫妻，都长期在那码头浪向演出，为之共同的艺术追求，在那舞台浪向呢，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你这个默契程度呢，比夫妻还要默契。称得上叫珠联璧合，那么落队上当可以用为啥一个珠联璧合的称谓呢？你来揭晓一下。好，来。首最地如市场，20周年颁奖典礼珠联璧合，徐伟星最红。有请两位登台领奖。那么你平台高当中呢，还有一种演员，你非得有固定的搭档，但是你搭任何一个演员搭档起来呢，还是珠联璧合，出彩得不得了。讲起来就八大。我们电视上有这样的演员，我告诉你呢，他呢曾经在我们电视上录过5部长片，有4次都是怀抱琵琶坐在下手的位置，但是呢，4位上手都不一样。他依然做到配合默契，不容易吧？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电视上名副其实的超级下手了。结棍。那到底是谁呢？马上就为您揭晓。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超级下手的是张碧华，掌声有请张老师登台领奖。张碧华曾在电视书厂分别和葛文千思、司马伟搭档录制了《梅花园》《蝴蝶飞》《毛绒书经》《皇太子》4部长片，同时自己做上手和张迪飞、张丽华录制了长篇台词《玉堂春》。为你上来是颁奖的是以平台上一树公益的电影艺术家方文雷男士，有请。杨老师也是一位评弹界公认的超级下手。对，平台上公认的75岁，张老师电视书上的75岁，一个姓刚，一个姓张，是刚张，两个都结婚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珠联璧合奖的获得者徐卫星、周红为大家演唱秋海棠选段《兄妹相会》。石斌啊，这部书已经列入了2015年的长篇录制计划。还要在你电视书上来录的。没错。长篇。对。注意啊！好，我们先睹为快吧。现在夜里向7点钟光景，水浪浪大马路浪向有一家人家叫金陵醉家。从雷浪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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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下来3个人，一位姥姥，2个姑娘。这个面孔啊，个个是嘎了是吧？奔下来，拿个玻璃弹簧门打推开了，梅姑娘，娘舅舅。大伯，还好。那我是看见这个流氓，哎呀，拉了是那根鼻子，我是急得不得了，万一有啥事情，那老娘和妹子，你叫我难搞的那些啊！我也想不到这没有这种人。那么甚至王八蛋个武术再打该打来，下去啊！大伯啊，咱们就这么走了吗？那现在不就啥的呀？不。刚才那位先生救了我们，得好好谢谢他。那安婷婷，我当然是想，我是想那个我现在大伯，您那是随口谢，我们得正经的。那3个背要当面下人一样，是的，不要啥个要诚心诚意。吃3句就再下来嘛，吃啥我？大伯，看来那2个人见刚才那位先生害怕着呢。不是那背，大伯，那背啊，您就答应我吧。哦，各位姥姥。实在那个一个姑娘非常佩服你，不过才16岁年纪，知识达理，
刚年纪，我呢一把年纪，老日时高，我不吉利。俺看见个面条弄堂，俺看见。你带俺两家就过去啊，都了你先，我不喊你都别过来啊，现在。谢谢大伯。对面今朝夜里向马场办这个种事体，两个流氓，儿子，假使不是一位青年，一位少爷打出来拔刀相助，真不晓得留下来会得发生啥个事体。老先生来让该打灯，你帮忙各位恩公，各位少爷这边下来，老先生那边接，少爷先下来。各位少爷姓施为罗，叫罗少华，生涯为大学学生时，今年18岁，马相一路，身高1.80米，头发3七分开，是的酒光的话，上我面孔，皮肤雪白，浓眉毛，大眼睛，高不良阔口，里向雪白衬衫，金黄颜色的领带，上青西装，还有家朗像文笔笔啊，上上亮，这种马相摆到今朝一日。也只有苏州电视台那最好碰上度过。刚刚前巧浪点菜的辰光，对个房间里发生搿种事体，要动一动气，专心全部扫光。那么呢，手起手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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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的玻璃屋弹簧门旁推开来，屋里向实在感动的呀！上海随团人数一数二个大老板，屋里向该几部车子，多少呀？欢喜自家弄方向盘。一部老别克就停了门口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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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一大路过来，袋袋里向牙子磨出来一擦。哎呦，少爷，哦哟，我说大伯，怎么你们还没走呢？本来要走在，刚刚你梅姑娘说的，一定要诚心诚意瞧瞧呢，瞧瞧呢，呀，瞧瞧呢。其实用不着，那是我应该做的，没关系。梅姑娘，快点过来，梅伯呢？梅的口口里只有16岁。因为从小到大口头吃得多，可以讲一声年纪33百金风霜，你当然懂得，人与人之间再可贵，谁是别人家来帮助你？当然应当哈哈叫小别人，所以一路追过来嘛。但是别人家年纪轻轻还是小伙子，有点难为情。这位少爷，今儿个幸亏您救了我们。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请问少爷，尊姓大名，府上哪里？日后可以登门道谢。其实搿些辰光，罗少华你是看不见梅伯搿啥面孔。啥天罗少华一身高1.80米，上出梅伯一个头。小姑娘破胆为情，打过来头低到背光而来，各位搿啥面孔呢是看不见。但是身浪向的样子呢，蛮清爽，2根小辫子。哎呦，身浪向还是模糊学生装，乖乖叫浪向小辫啊，上上亮。马场姑娘呢，身浪向行头这样听啊？我姓罗，叫罗少华。原来是罗少爷。其实用不着客气，方才的事那是我应该做的嘛。谢谢您。你叫梅姑娘？听你这说话，你好像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是吗？初中毕业，更加觉得奇怪。啥天让民国年间，一个小姑娘你能够读到初中毕业，最起码是屋里向感动的。第二，这个囡恩非常欢喜，读到初中毕业。奇怪了，初中毕业嘛，哪会得出来马场呢？罗少华几乎想开门，但是最后一想，当然素昧平生。说大概今朝出来马场呢，屋里向发生啥个事体，回来回去也就为搿个同弟嘛。算了，萍水相逢。啥个？今朝好人要做就做到底，想到该打，袋袋里向啪冒出一句同弟，哎呀，几乎罗少华看才不看。今天出来卖唱。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吧，今天就算是我听过你的戏了，来，这钱拿着。哦，这个哪可以呢？不，少爷，您救了我们，应当我们买了东西来谢您，这钱我不能收。啥收？我是个马场赚得来同弟，再买么子送给我哪随多了？拿着，不，拿着，真的不能拿。我是不晓得，屋里向你呀，屋里向个同弟是盖的几个路头，有几捆同弟已经发自美了这样了。
哎呀，梅姑娘，别怕难为人子哟！哎呦，小瑶，我跟你讲，不是，你梅姑娘怕难为人，你真正愤怒嘛，各位小瑶也不靠我管。对，大伯说的对，不拿我的钱，我可要不高兴的。嘿嘿，那么我对你梅姑娘睡下来，你也放心的咯。哎呀，这一丁点儿钱，用不着谢的，一丁点儿钱，这是别放在心上。大伯时间不早了，和你们再见了。没白天上么子？这位子？哎呀！人与人之间蛮难讲，或许从今以后再也碰不着子，或许明早的一见面子。你觉知我，搿总应当人与人面上面对，否则将来就是擦肩而过。想带个浪们对，让浪抬起来。楼少出门怕拉开来，搿只脚刚正要跨进去，连锅上搿个余光里打着，你非要说啥？搿个三个马场的蛮懂规矩，让浪打自家打手后。那么也是因为呢，帮子里头的忙，今朝呢不子里头一句同的，那就应该受搿份礼。大学生，你应该更加比伊都懂礼数。所以陆少华出这张小礼，头怕回过来，不晓得头怕回过来，搿个眼光拉一扫，这是老先生搭里个孙女两家头扫着一点点，大部分的眼光是伊家的搿位姑娘。绑头搿个眼光绑头，你只听见唱。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中口送菜哇！不要金银财宝，只要中口送菜，高档大气，容易吸水。我看啊，中口虫草，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马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烯和马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德恒马卡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请人见人得，一品德恒。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10月几干免疫力，增加身体气质啊！再吃冬虫菜。原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菜党的冬虫夏菜。冬虫夏草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夏菜，我信来春菜堂。免费了！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
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邻居哪家强？狮子街上寸草堂。贵！现在听众们侪是过来之人，哪会都不晓得，凡是遇到缘分，遇到搿种垂死一击的搿种眼光朋友，侪有身影。随便过搿个心细的朋友，5千头弄得太香罢了。四目相对，非出声。这相遇之中，分明也是心。那听你的心儿冰冰跳，他是心有一马来生。这位姑娘是天生来美水白肉，都装为是个女学生，一女之中百闻真是弄不懂，是这位姑娘的成绩，还是这位姑娘的漂亮吸引着自家？这个陆少华只顾着搿一个人，从段定新一直到家，全部人会得僵脱。陆少华，你都是不大认得，我是认得这里常有着。陆少华没标的，啥天理到大学里，啥个学堂里向个校花。李夫人有种男生，啥个眼睛盯来盯去，你忘盯。你不看别人看，你也晓得你个眼光哪行？你帮忙别人家看里，帮忙搿点小苹果在盯哪里看？这边的姑娘看过来，哟，那边的姑娘也看过来。但是你觉着今朝不对，啥天？今朝要看过去，那天我是个为这个相当漂亮的姑娘，虽然嘴总归不舍得，这个所以一门心思让我再看一看。但是大学生就是这样怕那回事。喂，陆少华，你趴在头顶呢，要看那就定定心去看，那啥趴在。在芝麻教用爱成疾，昔日初相逢好似与君，昔日相识不知从哪里起，却分明是比亲朋好友要拜亲恩。奇怪，各位姑娘，搿张面孔不单单是漂亮，搿张面孔熟是熟得不得了，像是已经看见，经常看见，啥让我看见些？奇怪着，他是虽说口上好才艺，他好像哦，想起来了，好像家中一个人，乃是堂上狗母老年真。搿张面孔打自家的狗嘛，一时一样。听我自家哪会这个这样像个面孔？一激动啊，冲口而出：“梅姑娘，你明天有空吗？”明天我是日日有空，天天有空。有空的。要是有空的话，明天晚上7点，就在这儿金陵酒家。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出来呢？行吗？啥个意思呀？明朝夜里7点钟，
甚至给他办队。那么谁是养我再来咯？呀，这个阿谁是别人家讲的？队里一家，用面把面孔红上的红起来，谁切心啾啾。绿着心的本事。送手答应才，那可是说定了。明天晚上7点，这金陵酒家，你放心，我会先到的，我会等你的。再见。再见。楼上我怕走进车子，出门一回，不输得走呀，路途上摇我来，哔哔，美国见。别忘了，17点。也就是几句话想问问，你可一定要来的。好。放我3个人。再见。哔哔。是晚上7点，不是早晨7点。这里哪有的手
谁个呢？一个男人随着这个辰光顶水随着汤汤的个辰光，兄妹相会到此结束，请进我道。我们评弹界的演员，大部分都有点耐不住寂寞。啊？耐不住寂寞啊？哎，为啥这样讲呢？比方说刚刚徐慧欣老师，你看演员做的那么成功了，他还要搞创作、做编剧，这不是抢编剧的饭碗吗？你说是要做。哎，很多都是他写的。那还有刘明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是电视《老娘舅》里的富贵嫂嘛。对的。对啊，你看艺术家都那么拼，让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啊！这不，我觉得还有一个人为了结婚。为啥人呀？这个人识得很，为谈艺，为做主持人。跟他结婚的啦？外高会的要结婚。根本是请客。啦啦啦，火车底，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追着靠近，需要鲜美的剪影。我用子弹像着急，介绍完了父亲，接下来换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小强都看我急，赤手空拳就说这么一。最地市上20岁年颁奖盛典，完美可嘉侯新宝，有请。有请。吴兴国在苏州电视书厂分别录制过《绿牡丹》《大明湖》《大唐传奇》3部长篇动画，为我们写过许多原创佳作，导演过书记小品，做过嘉宾主持。侯新宝颁奖的是陈建奇平台讲的10不可轻松主义，现在首转平台团团长、首转平台学堂院长沈铁先生，掌声有请。国家电视不能够给他一个平台，吸金我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对评话演员的支持，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吴兴国老师带给我们的一个精彩节目《莫伸手》，和他搭档的是郭玉玲和徐刚，掌声欢迎。有请。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合4瓶。咨询热线61009567。番茄红素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健康元素。研究发现，直接吃番茄，人体并不容易吸收。中科番茄红素率先启用非转基因的以色列优质番茄，独特科技形成360度抗氧化立体网，高度浓缩，服用1粒就相当于24毫克番茄红素。每日1粒，我不来用；每天1粒，我在用；每日1粒，我不来用。女人也用，男人更加要用。喜讯购1箱送高档蚕丝被衣床，会员再享9折。区区县人民县事，计划着里做必事。哎，不领导来得宠，这电话他开始。收到电话马上就来。张总，电话打电话接到手里。喂，我是计划局局长张三。是纪委啊？
啊，几位书记，叫我今朝去吃茶。张三挂脱电话，只顾到头里向一问，家里向一问，一高跟都跌到地上。小事有可怕啊，眼睛扑过来，大哥，醒醒，大哥，醒醒，醒醒哎！别困着，醒醒！哎，这是啥地方？哼，啥地方？房相府。房相府啊？对，房极了想要个房相府，房相要到。来呀来吃，来呀，来，听着。是的，身体更深，更深不怕光风，并你明镜高挂，老夫一本神功，也帮送的那一功。那想要，我是计划局的局长叫张三。哦，还是个主管班员，懂啊？来，上上。晓得，来着。请用手。请。来，用上。小想要。张三啊。你那喊我得到，我给得来个你。老想要和我来讲，我刚刚接到一张机会的电话，叫我去吃茶，家里因我一家跟都得到给当。张三啊，你人去的一家跟都得到我给当，你是够得到黑面孔给当，你大吉了啊！黑面孔啥人？啊，黑面孔你也不认得。他虽是隆冬国十月时改查耳目骨开封府八珍。哦哟，开封府八珍么八珍走啊！这个隆冬国十月时改查耳目骨，啥意思啊？那这个么算是你给他个机会啊？你都给大于机会的？机会。随便啥地方才有个？张三啊，几位书记请来吃茶嘛，开心的事体咯。你上天吓得这样副样子呢？哎呦，老乡要你不晓得，现在在过去不同噻。过去几位书记请我吃茶是怕我磨皮，现在几位书记请我吃茶，就说明我出事体的。那前两年呢，有个市长上部接干部，各要头会导致老百姓辣海认真上班了。结果明朝出来呢，到单位里向4个机会把鱼蹲辣海子，哪里听得起吃茶？下半日出事体上关子。张三啊，你这样讲一定是做实心虚，你也一定做过偷水会的事体。阿玉，当我老实讲，你哪会晓得？这种事体我经常做老记者，老实当我交代，讲出来之后，老夫们还能救救那个命啊！老乡呀，那么谁讲的不得听听？我记得分做啥事体？我大学毕业跑了计划局工作，我把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做至10几年。没面对一个副科长，我不甘心，我要往上爬。谁那个辰光被我发现机会来着？我发现这个老局长啊，有个爱好。什么爱好啊？欢喜手上手表。那么接下来我是头天收好送礼手表，侪是世界名表，一只一只送到第7只。面对来着。我蒙阿分多少，鼻子气长着，继续送到第16章。哎呀，伊老局长离去，我前且顺顺利利顶起，
组织计划叫个新局长。这个实际上明表列到足够，列到没作用。父母呢讲，我一家人家侪送光个这样。放心，说不得儿子，他不是狼，礼物来说是本人送你的了啊！来先生，你哪里晓得个？我做各种事体的辰光，你不去了啥地方了？先生，你讲得不错呀。接下来随是本人送我，么是这样。那么你组织这个计划，你是我局长我嘞？本人在送来的啥么子呢？随便我不欢喜的。哦，你欢喜送钟？我啥个难对啊？送钟我编了钟才不欢喜。那么你欢喜啥么子呢？我只欢喜一样么事。什么东西？动地。还是棺材里向深水旁鱼。动地好听啊！鱼子动地水于房子，鱼子动地水于车子，鱼子动地水于马子，鱼子动地水于娘子。那想要告诉我，难非不无心。鱼子动地，那个儿子还比我个儿子一直有理啊！那想呀，但后来是送动地的人把子带了来。我还要抓一把吃脱的盖盖。那个讲一声，那动地送得大高，我是计划叫局长呀。我虽不拿我个计划，连脑子我个计划，谁好去实施你个计划，实施自你个计划，谁能够塞动地？但是如果动地送得不到位，我虽不理我个计划，我非但不理我个计划，我还要挡路你个计划，阻止你个计划，让你个计划成为空想的计划。要死婆子啊！偷吃本人家个动地啊！我要撵开领了。杨三，那么这样的你说不是我来嘛？你投资多少动地呢？那三爷，讲得难听来些，什么偷不是偷，这个叫挪，就那个迷糊，挪么谁是偷，偷么谁是挪啊？讲，投资多少？100万。你要特些口，我只有100万啊！啊，1000万，再上去一点点，1个亿。好，一个小小的局长竟然投入1个亿，张三呀，你投资10样多的动地，扒了啥地方都是问题手啊！原来想呀，难道是你不该打银子，我要寻地方扒？你是自闭呀！非要寻地方扒的。我不老早5年门的水准备好了，儿子龙打过外去，搭里房子买好，搭里绿卡办好，搞起我2米追追。我现在搿点动地，塞了国外儿子的账户了，那银行里困觉，比我吃高嘛。肺腑一实，机关手心呐！肺腑一实，这是气这样。怎样？18道开会，10道上来，反复个几次，砰一回，然后苍蝇通通带了噻。哦呀，此招厉害呀，厉害呀！什么呢？讲我本来也想的，你讲个苍蝇也怕老虎也大。那么我想，我比苍蝇们大一点，我比老虎们小一点，我属于嗡嗡嗡个偏离虎噻。你绑上个吃了了还是没？吃了分绑上，我绑上个机会，嘿嘿。怎样啊？咱们吃死鸡这样，那想要，一家跟多的单男大叔有分啊的。是啊，对，这个意思。什么东西？张大千个青绿山水，20几户动地啊？那你实讲讲好吧？都是从边上一塌别墅。哦，搿幅画真的了还是假的？那放心，绝对真的。张大千亲手买给我的。搿别张潘福龙是吧？好。既然如此，老夫教你几招，保你逢凶化吉。玉内神相，那想要，你拒绝我吧？请讲。这个嘛，张三，第一招，那听了，一画即梦，啥个意思？那
来去寻个体系局，如果对偷误的事体，统统往这里身浪向会上去嘛，那么那就不事体走啊。呼，老乡要难出卡的啊！不过凭良心讲，这个事体现在恐怕做不成功。为什么呀？福山工区的邮车在那翻转了。内蒙古有个小伙子叫胡格吉的头。18年门前的儿子现在翻转转来的富山，我要国家赔偿。18年门前做个找儿子的人，统统侪要追究责任。那个种新话的我还要取材，有可能性不大。放心去了，老夫教儿第二招，听见？背靠大事啊！啥意思？那个对你什么官是我嘞？上任的官来总赢得不少吧？大事，上头没你们那混蛋精在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只要上任的官不到，来张三还不会到啊。问题是我上头的，比我担得快呀。我说的是最高人的官，现在再高人不用的，再高人照样出事体。有一个框框里向有个急事的朋友，还做兵器的。框框里向急事朋友，啥东样人啊？讲了，老乡哟，那些逼我这个朋友，我现在还不够讲了。大家才晓得么？这要对了。好，第三招，请讲。出其不意呀！听。你想办法到部队里向去寻个官，只要部队里向这条线不能打牢嘛。你三个金子把先想着哇！老乡哟，这个一招实招。不过现在部队里估计也不来啊！你习大大讲反腐腐西国，部队里向再进西部镇，也可以去做特十路的。我也有最后一招，居民大餐，下地我太鱼，到外国去。哎呦，外国出来才是半点子呀！现在里头有个叫刘运动出妻子这样做出来。什么？哎呀呀，这属于难了嘛！老爹呀，刚刚张龙山后送来帖子。说开封府8度人请来过去吃茶。哎呀，这么一手控制好啊！老乡呀，开封府8度人是5多大个几位书记啊？是啊，你听来吃茶是看到起来啊，出事体个走啊！老夫只想问了啊，对于我们帮助巴拿大归到谁的？老乡要信心，老乡要信心。张教，星星，张教，星星，张教，先生啊，先生你拒绝我，你一定要拒绝我。现在我也不管瞎在乎事。先生呀，啥个瞎在乎事？那个辰光你随便啥个办法只顾讲。张教，在我看，现在只有你自家还救自家。我自家哪救自家呢？马上搭机回去，主动交代你违法违纪的事体。对，我要去4岁，快点准备车子，快点。张教。你忘记噻？公务车改革，上个礼拜开始，那个公务车、舟车不这样。我还结婚特个噻，那么啥个？那部电瓶车质量蛮好的，开起来蛮快。原来，那也是。先生你放心啊，我妻子估计到回不出来，这部车子呢自个带寄回来拿啊。晓得，张教，你去好了。是我们把周身雷跌打气冲奔出去，小日看张三急匆匆跑出去，嘿。这句今日何必当初？讲得一点不错。有句中国人的老个话说得好，叫水莫深，深水必被捉。有个还有女的，女个还有女的，男个还有3个嘛，3个还有男的，哪个男孩还有女的？是来对来。有2位少夫人本是天亲在上，身家婢女，在知情爱路。来见他们，花日嘛是呀，临日下嘛花开时日，也耽误有种嘛大花，细细神。这最近啊！咱们就这么走了吗？那现在不就是啊？不，刚才那位先生救了我们，得好好谢谢他。你安听听，我当然是想，我是想那个微信的，大伯，您那是随口谢，我们得。
正正经经的。那三个背要当面像是汉语啊，是的，不要说要诚心诚意。吃3句再摘下来嘛，吃啥我？大伯，看来那2个人见刚才那位先生害怕着呢。不是那背，大伯，那背啊，您就答应我吧。哦，各位姥姥，实在那个一个姑娘非常佩服你，不过才16岁年纪，知识达理，刚义气。我呢，一把年纪，老于世故，我不吉利。俺看见个每条弄堂，俺看见。哎，你带俺们2家就过去啊，都了里向。我发喊你都不要过来啊，现在。谢谢大伯。对面今朝夜里向马场办这个种事体，2个流氓，是吧？假使不是一位青年，一位少爷打出来拔刀相助，真不晓得留下来会得发生啥个事体。老先生来让该打灯，你帮忙各位恩公、各位少爷早点下来。老先生来不急，少爷先下来。各位少爷姓施为罗，叫罗少华，省衙会大学学生，今年18岁，马相一路，身高1米80。头发3七分开，洗得酒光的话，上罗面孔，皮肤3把牛眉毛，大眼睛，高不亮，扑口。里向3把衬衫，金黄颜色的领带，上青西装，还有加上像文笔笔啊，相当亮。这种马相摆到今朝一日，也只有苏州电视台那才好碰上多过。刚刚前桥浪点菜的辰光，对个房间里发生搿种事体，要动一动气，专心全部扫光。那么呢，手起着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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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到我的玻璃弹簧门旁推开来，屋里向实在感动的呀！上海随头人数一数二个大老板，屋里向该几部车子，多少呀？欢喜自家弄方向盘，一部老别克就停了门口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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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路过来，带着里向鸭子磨出来吃。哎呦！少爷，哦哟，我说大伯，怎么你们还没走呢？本来呀，最在刚刚你梅姑娘说的，一定要诚心诚意小条呢，小条呢要小条呢。其实用不着，那是我应该做的，没关系。梅姑娘，快点过来，梅班呐，梅的口口里只有16岁，因为从小到大苦头吃得多，可以讲一声年纪30半斤风霜，你当然懂得。人与人之间再可贵，谁是别人家来帮助你？当然应当哈哈叫小小别人，所以一路追过来嘛。但是别人家年纪轻轻还是小伙子，有点难为情。这位少爷，今儿个幸亏您救了我们，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请问少爷，尊姓大名，府上哪里？日后可以登门道谢。其实嗰些辰光，罗少华你是看不见眉包搿张面孔。啥天罗少华一身高1米80，上出眉包一个头，小姑娘破台为人，打过来头低到背光而立，搿么搿张面孔呢是看不见。但是身浪向的样子呢，蛮清爽，2根小辫子。哎哟！身浪向还是模糊学生装，乖乖叫浪向小皮啊，相当亮。马场姑娘呢，身浪向行头这样听啊，我姓罗，叫罗少华。原来是罗少。其实用不着客气，方才的事那是我应该做的嘛。谢谢您。你叫梅姑娘？听你这说话，你好像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是吗？初中毕业。更加觉得奇怪，啥天让他明。让你平台讲呢有2种人，一种呢，虽然讲里都不是夫妻，都长期在那码头浪向演出，为之共同的艺术追求，在舞台浪向呢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你这个默契程度呢，比夫妻还要默契。称得上叫珠联璧合，那么落袋上当可以用为这样一个珠联璧合的称谓呢？你来揭晓一下。好，来。苏州电视书上
20岁年颁奖典礼朱立别的徐伟星最红，有请2位登台领奖。有请著名弹词演员邢彦春为他们颁奖。那么你平台高当中的还有一种演员，你非得有固定的搭档，但是你搭任何一个演员搭档起来呢，还是朱立别个出彩的不得了。尬起来就八大是吧？我们电视上有这样的演员，我告诉你呢，他呢曾经在我们电视上录过5部长片，有4次都是怀抱琵琶坐在下手的位置，但是呢4位上手都不一样。他依然做到配合默契，不容易吧？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电视上名副其实的超级下手了。结棍。那到底是谁呢？马上就为您揭晓。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超级下手的是张碧华，掌声有请张老师登台领奖。张碧华曾在电视书厂分别和葛文千子、司马伟搭档录制了《梅花园》、《胡迪飞》、《毛绒书经》、《黄太子》4部长片，同时自己做上手和张迪飞、张丽华录制了长篇弹词《玉堂春》。为你上来4位下个是以平台上一树公益的电影50家方文雷来自有请。杨老师也是一位评弹界公认的超级下手。对，平台上公认的75岁，张来是电视书上的75岁，一个姓高，一个姓张，是刚张，2号头结婚。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珠联璧合奖的获得者徐慧欣、周红为大家演唱秋海棠选段《兄妹相会》。哎，石斌啊，这部书已经列入了2015年的长篇录制计划。还要带你电视书上来录的。没错。大片。哎。对。所以啊，好，我们先睹为快吧。现在夜里向7点钟光景，水浪浪大马路浪向有一家人家叫金陵醉家。从雷浪向噔奔下来3个人，一位姥姥，2个姑娘。这个面孔啊，个是嘎了是吧？奔下来，拿个玻璃弹簧门打推开了，梅姑娘，娘去。大伯，还好。那不是看见这个流氓？哎，老子那根鼻子，我是急得不得了。万一有啥事体，那老娘个名字，你叫我难交代那些啊！我也想不到，真没有这种人。你们甚至王八蛋个无趣，再打来，还是去。大学生就是这样破那回事。喂，老师我那趴队头顶呢，要看那就定心去看，那啥趴队。在芝麻教用爱成疾，昔日初相逢好似遇君，昔日相识不知从哪里起，却分明是比亲朋好友要拜亲恩。奇怪，各位姑娘，这张面孔不单单是漂亮，这张面孔熟是熟得不得了，像是眼睛看见，经常看见，常常看见些。奇怪子，他是虽说口上好才艺，他好像。哦，想起来了，
好像家中一个人，能当上狗母老年真。搿张面孔打自家个狗嘛，一时一样。听我自家哪会得这样像个面孔？一激动啊，冲口而出：“美姑娘，你明天有空吗？”明天我是日日有空，天天有空。有空的。要是有空的话，明天晚上7点，就在这儿精灵酒家，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出来呢？行吗？啥个意思呀？明朝夜里7点钟，神就该打板头，咁么就是让我再来咯。呀，搿个也算是别人家讲的对联哀家，用每把面孔红啥能红出来？谁切切心啾啾。绿着心的本事，下呀明天看来他必心思所受但是失落女孩真的是为是傻男傻女乃是是让我办对啊嗨给那么答应你哎呀哪位人管那么回头里我年纪一个小姑娘，你能够读到初中毕业，最起码是屋里向感动你。第二，这个囡恩非常欢喜。读到初中毕业，奇怪了，初中毕业嘛，哪会得出来卖唱呢？路上我几乎想开门，但是最后一想，当然素昧平生，说大概今朝出来卖唱呢，屋里向发生啥个事体，回来回去也就为这个铜钿嘛，算了，萍水相逢。啥个？今朝好人要做就做到底，想到该打，台里向啪冒出一句铜钿，哎呀，几乎楼上我看才不看。今天出来卖唱，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吧，今天就算是我听过你的戏了，来，这钱拿着。哦，这个哪可以呢？不，少爷，您救了我们，应当我们买了东西来谢您。这钱我不能收。啥收？我是个马场赚得来铜钿，再买么子送给我哪随着？拿着。不，拿着没关系。真的不能拿。你是不晓得，屋里向你呀，屋里向个铜钿是给的7个路头，有几捆铜钿已经发至美了这样。哎呀，梅姑娘，别怕难为情这样。哎呦，小姚，我跟你讲，你梅姑娘怕难为情，你真正不怒嘛，各位小姚也不靠我管。对，大伯说的对，不拿我的钱，我可要不高兴的。那么我对你梅姑娘收下来，你也放心的咯。哎呀，这一丁点儿钱，用不着谢的，一丁点儿钱，这是别放在心上。大伯时间不早了，和你们再见了。没白听什么子？再会着。哎呀。人与人之间蛮难讲，或许从今以后再也碰不着子，或许明朝的一见面子。你觉知我，搿总应当人一日面上面多，否则将来随是擦肩而过。想得个浪们，对，
让抬起来。罗少华车门啪拉开来，搿只脚刚正要跨进去，连裹上搿个余光里带着，你非要说啥？搿个三个马场的蛮懂规矩，让打自家打招呼。那么也是因为呢帮子里多的忙，今朝呢不子里多一句同的，你就应该受搿份礼。大学生，你应该更加比伊多懂礼数。所以罗少华出是张小李头拍回过来，不晓得头把回过来搿个眼光拉一扫，只是老先生搭里个孙女两家头少着一点点。大部分的眼光，谁家的搿位姑娘绑头搿个眼光绑头，你只听见嚓嚓。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呢？中口送菜哇！不要金银财宝，只有中口送菜，高档大气，容易吸水。我看啊，中口虫草，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马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马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马卡特有成分马卡烯和马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得衡马卡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行人见人得，一品得衡。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这一几干免疫力增加身体气质啊，再看吃冬虫菜。原来我发现只有一只叫春菜档的冬虫菜。冬虫夏草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菜我姓来春菜堂免费了。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灵芝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贵！现在听众们侪是过来之人，哪会得不晓得？凡是遇到缘分。遇到搿种垂死一击的搿种眼光棒头，侪有身影。谁不过搿个心细的朋友，五千头弄得特香罢了。四目相对，非出声。这
这相遇之中，分明有一丝情。那听你的心儿冰冰跳，他是心有意马来生。这位姑娘是天生来美水白肉，都装为是个女学生，一女之中百闻心。真是弄不懂，是这位姑娘的成绩，还是这位姑娘的漂亮吸引着自家？这个卢少华只顾着跟一个人从头顶心一直到脚，全部人会得僵脱。卢少华，你都是不大认得，我是认得这里常有着。卢少华没标的，上天理到大学里，啥个学堂里向个野花。李夫人有种男生，啥个眼睛盯来盯去，盯来盯去，你忘盯。你不看别人看，你也晓得你个眼光哪行？你帮忙别人家看你，帮忙这点小苹果在盯那里看。这边的姑娘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哟，那边的姑娘也看过来。但是你觉着今朝不对，啥体？今朝要看过去，看过去，那天我是个为这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虽然总归不舍得，这个，所以一门心思让我再看一看。但是大学生就这么一条弄堂也看见，你带俺两家就过去啊，都了你想，我不喊你都不要过来啊，现在。谢谢大伯。对面今朝夜里向马场办这个种事体，两个流氓，是吧？假使不是一位青年为十二要打出来拔刀相助，真不晓得留下来会得发生啥个事体。老先生来让该打灯，你帮忙各位恩公各位十二爷这边下来，老先生来完结，十二爷先下来。各位十二爷姓施为卢，叫卢少华，省一位大学学生，今年18岁，马相一落，身高1米80。头发3七分开，是的酒光的话，上我面孔，皮肤3把牛眉毛动眼睛，高不良破口，里向3把衬衫，金黄颜色的领带，上穿西装，还有加上像文笔笔啊，上亮。这种马相摆到今朝一日，也只有苏州电视台那才好碰上多过。刚刚前桥浪点菜的辰光，对个房间里发生搿种事体，要动一动气，专心全部杀光。那么呢，手起手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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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到我的玻璃弹簧门旁推开来，屋里向实在感动的呀！上海随头人数一数二个大老板，屋里向该几部车子，多少呀？欢喜自家弄方向盘，一部老别克就停在门口里，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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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一大路过来，对头里向也是磨出来出。哎呦！是呀，哦哟，总是我说大哥，怎么你们还没走呢？本来呀，最在刚刚你梅姑娘说的，一定要诚心诚意小调呢，小调呢，哎呀，小调呢。其实用不着，那是我应该做的，没关系。梅姑娘，快点过来，梅班呐，梅的口口里只有16岁，因为从小到大口头吃得多，可以讲一声年纪30半斤风霜，你当然懂得。人与人之间再可贵，谁是别人家来帮助你？当然应当哈哈叫小小别人，所以一路追过来嘛。但是别人家年纪轻轻还是小伙子，有点难为情。这位少爷，今儿个幸亏您救了我们，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请问少爷，尊姓大名，府上哪里？日后可以登门道谢。其实搿些辰光，卢少华你是看不见眉包搿张面孔。啥体卢少华一身高1米80，上出眉包一个头，小姑娘破台为人，打过来头低到背光而来，搿么搿张面孔呢是看不见。但是身浪向的样子呢蛮清爽，2根小辫子。
哎呦，孙老乡还是模糊学上招，乖乖叫老乡小皮啊，三行两。马场姑娘呢，孙老乡喊这个怎样听？啊，我姓罗，叫罗少华。原来是罗少。其实用不着客气，方才的事那是我应该做的嘛。谢谢您。你叫梅姑娘？听你这说话，你好像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是吗？初中毕业，更加觉得奇怪。啥体让民国年间，一个小姑娘你能够读到初中毕业，最起码是屋里向感动你。第二，这个囡恩非常欢喜。读到初中毕业，奇怪了，初中毕业嘛，哪会得出来马场呢？路上我几乎想开门，但是最后一想，当然素昧平生。从大概今朝出来马场呢，屋里向发生啥个事体，回来回去也就为这个动地嘛。算了，萍水相逢。啥个？今朝好人要做就做到底，想到该打，台里向啪冒出一句动地，哎呀，几乎路上我看才不看。今天出来卖唱，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样吧。今天就算是我听过你的戏了，来，这钱拿着。哦，这个哪可以呢？罗少爷，您救了我们，应当我们买了东西来谢您，这钱我不能收。啥收？我是个马场赚得来动地，再买么子送给我哪随着？拿着。不，拿着，真的不能拿。你是不晓得，屋里向你呀，屋里向个动地盖的几个路都有几捆动地已经发至美了这样了。哎呀，梅姑娘，别怕难为情这样。哎呦，小杨，我跟你讲，你梅姑娘怕难为情，你真正愤怒嘛，各位小杨也不靠我管。对，大伯说的对，不拿我的钱，我可要不高兴的。嘿嘿，那么我对你梅姑娘收下来，你也放心的咯。哎呀，这一丁点儿钱，用不着谢的，一丁点儿钱，就是别放在心上。大伯时间不早了，和你们再见了。没白天上么子？这位子？哎呀。人与人之间蛮难讲，或许从今以后再也碰不着子，或许明早的一见面子。你句子我，搿总应当人与人面上面对，否则将来就是擦肩而过。想带个郎们头，让抬起来。路上我出门怕拉开来，搿只脚刚正要跨进去，你裹上搿个余光里打着，你非要说啥？搿个三个马场的蛮懂规矩，让打自家打招呼。那么也是因为呢帮子里头的忙，今朝呢不子里头一句动地，那就应该受搿份礼。大学生，你应该更加比一道懂礼数。所以陆少华出这张小礼，头拍回过来，不晓得头拍回过来，搿个眼光拉一扫，这是老先生搭里个孙女两家头扫着一点点，大部分的眼光是叫他搿位姑娘。绑头这个眼光绑头，你只听见唱。今年春节，那来爸来妈，这是自家爱人送的啥的，中口送菜哇，不要金银财宝，只有中口送菜，高档大气，容易吸水，我看啊。中科虫草，呱呱叫。春节送中科虫草，爸妈健康，家庭幸福。新春大酬宾，限购20瓶中科虫草送5天4夜港澳游。详情咨询65160709。新春送福，知蜂堂健康有礼。知蜂堂蜂产品，好原料，好功效，绿色养生，健康有道。2月5日至3月5日，知蜂堂年度最大力度感恩回馈，全场商品买3送1酬宾，买6送2，更有加送1星期蜂胶服用量。知蜂堂与您共贺新春。知蜂堂热线6777950065318586。玛卡，一种原产自南美洲秘鲁的十字花科植物，5800年食用历史，被誉为秘鲁人参。老人吃了营养，男人吃了力量，女人吃了漂亮，让身体活力充盈。源自秘鲁进口优质玛卡精粉原料，经独立第三方检测，富含高活性玛卡特有成分玛卡烯和玛卡酰胺，无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由海外高层次科研人员研发，
按 GMP 要求精心加工、压制成片，佳节健康好选择，一品德恒玛咖片。临近春节，买2送1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以下地址有售，详情请咨询1862610410。请人见人得，一品德恒。风湿骨病喝红毛，67味药材好，关节疼痛用红毛，祛风除湿有疗效，健脾强肾补气血，腰好胃好用得着。红毛药酒。3月1日起，红毛药酒全国统一零售价上调至298元每瓶。春节期间最后一次特惠活动，268元每瓶，一次性买3瓶加1元得4瓶。咨询热线61009567。吃不香、睡不好、排不畅，都是免疫力低下所致。食一几干免疫力，增加身体气质啊！再看吃冬虫菜。你两个发现之余，直接趁菜档的冬虫菜。冬虫夏草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寸草堂冬虫夏草。值此冬令进补时节，寸草堂特推出冬虫夏草买5盒送2盒，再送2瓶虫草酒。买10盒送5盒，再送4瓶虫草酒的特大优惠活动。冬虫菜熬醒来趁菜档，免费了！寸草堂破壁灵芝孢子粉免费了！大别山深处椴木灵芝与稻草灵芝完全不同，来电登记即可免费领取1盒，税费、物流费通通不要。同时举行买300克送300克大型优惠活动。破壁灵芝哪家强？十字街上寸草堂。喂，现在听众们侪是过来之人，哪会都不晓得，凡是遇到缘分，遇到搿种垂死一击的搿种眼光朋友，侪有声音。随便过搿个心细的朋友，5千头弄得太香罢了。四目相对，非出声，这相遇之中，分明有一丝情。内心事，所受就。失落女孩，真的是为是傻男傻女，乃是是。让我帮对阿汉，汉给，那么答应你，哎呀，哪位人官？那么回头里，不说的呀，他是一个哈青年，又是一个英雄后。
面孔长得羞羞没头，对里肥肥一点。松手答应着，那可是说定了。哎，明天晚上7点，这是青年酒家。你放心，我会先到的，我会等你的。再见。再见。楼上我怕走进车子，出门一回，不输得醉呀，怒出窗，摇我来，哔哔，美姑娘，别忘了，17点。也就是几句话想问问，你可一定要来的。好。不要放我3个人。再见。哔哔。哦，是晚上7点，不是早晨7点。你对你哪有点睡个呢？一个男人睡搿个辰光顶睡得躺躺的个辰光，兄妹相会到此结束，亲自我到。我们评弹界的演员大部分都有点耐不住寂寞。耐不住寂寞啊？为啥这样讲呢？比方说刚刚徐慧欣老师，你看演员做的那么成功了，他还要搞创作、做编剧，这不是抢编剧的饭碗吗？你说？是要做。很多都是他写的。那还有刘明老师，大家都知道他是电视《老娘舅》里的富贵嫂嘛。对的。对啊，你看艺术家都那么拼，让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呢？但不，我觉得还有一个人为了结棍。为啥人呀？这个人识得很，会谈演，会做主持人。跟他结棍的啦？外高会会的要结棍。根本是请客。啦啦啦，我这地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追着靠近，夕阳下美的剪影。我用子弹像日记，介绍完了父亲，接下来会介绍我自己。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自己牛奶，为什么听你的心儿冰冰跳？他是心有一马来生，这位姑娘是天生来卖水白肉，都装为是个女学生，一女之中百闻真是弄不懂，是这位姑娘的成绩，还是这位姑娘的漂亮吸引着自家？这个楼上我只觉着这一个人从头顶心一直到脚，全部人会得僵脱。楼上我，你都是不大认得，我是认得这里常有着。楼上我没标的，上天理到大学里，啥个学堂里向个野花。李夫人有种男生，啥个眼睛盯来盯去，盯来盯去，你忘盯。你不看别人看，你也晓得你个眼光哪行？你帮忙别人家看你，帮忙这点小苹果在盯那里看。这边的姑娘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哟，那边的姑娘也看过来。但是你觉着今朝不对，啥体？今朝呀，看过去，看过去，那天我是个为这个十分漂亮的姑娘，虽然最，总归不舍得，这个，所以一门心思让我再看一看。但是大学生就是这样怕那回事，喂，老师我那趴对头顶呢，要看那就定定心去看，那个啥趴对。
在芝麻教用爱成疾，昔日初相逢好似遇君，昔日相识不知从哪里起，却分明是比亲朋好友要拜亲恩近。奇怪，各位姑娘，这张面孔不单单是漂亮，这张面孔熟是熟得不得了，像是眼睛看见，经常看见，常常又看见些。奇怪子，他是虽说口上好才艺，他好像哦，想起来了，好像家中一个人，能当上狗母老年真。可啥面孔打自家的狗嘛，一日一样。听我自家哪会对这样像个面孔？一激动啊，冲口而出：“美姑娘，你明天有空吗？”我想我是日日有空，天天有空。有空的。要是有空的话，明天晚上7点，就在这儿金陵酒家，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出来呢？行吗？啥个意思讲？明朝夜里7点钟，神就该打半段。咁么就是让我再来咯？呀，这个也算是别人家讲的对联哀家，用每把面孔红上那红起来，谁切心久久。绿着心底本是下呀明天看来他必让你平台讲呢有2种人，一种呢虽然讲里都不是夫妻，都长期在那码头浪向演出，为之共同的艺术追求，在舞台浪向呢珠联璧合，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伊这个默契程度呢，比夫妻还要默契。称得上叫珠联璧合，那么落队上当可以用为这样一个珠联璧合的称谓呢？你来揭晓一下。好，来。首最地如书上，20年颁奖典礼，珠联璧合，谁为新最红？有请2位登台领奖。有请著名弹词演员邢彦春为他们颁奖。那么你平台高当中呢，还有一种演员，
你非得有固定的搭档，但是你搭任何一个演员搭档起来呢，还是最离别个出彩的不得了。讲起来就八大子。我们电视上有这样的演员，我告诉你呢，他呢曾经在我们电视上录过5部长片，有4次都是怀抱琵琶坐在下手的位置，但是呢，4位上手都不一样。他依然做到配合默契，不容易吧？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电视上名副其实的超级下手了。结棍。那到底是谁呢？马上就为您揭晓。荣获苏州电视书厂20周年颁奖盛典超级下手的是张碧华，掌声有请张老师登台领奖。张碧华曾在电视书厂分别和葛文千司马伟搭档录制了《梅花园》《蝴蝶杯》《毛绒书经》《皇太极》4部长片，同时自己做上手和张迪飞、张丽华录制了长篇台词《玉堂春》。为你上来4杯价格是以平台坊一时风云的电影50家方文雷来自于听。杨老师也是一位评弹界公认的超级下手。平台坊风云的75岁，张来是电视书上的75岁，一个姓江，一个姓张，是江张，两个人结婚。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珠联璧合奖的获得者齐慧欣、周红为大家演唱秋海棠选段《兄妹相会》。哎，石斌啊，这部书已经列入了2015年的长篇录制计划。还要带你电视书上来录个没错长篇。哎，对。所以啊，好，我们先睹为快吧。现在夜里向7点钟光景，水浪大马路浪向有一家人家叫金陵醉家。从雷浪向噔奔下来3个人，一位姥姥，2个姑娘。这个面孔啊，个个是嘎了是吧？奔下来，拿个玻璃弹簧门打推开了，梅姑娘，娘去。大伯，还好。那我是看见这个流氓，哎，拉了是那根鼻子，我是急得不得了。万一有啥事体，那老娘个名字你叫我难搞的，你想？我也想不到真没有这种人。那么甚至王八蛋我无处再打来，还是去啊！咱们就这么走了吗？那现在不就是呀？不，刚才那位先生救了我们，得好好谢谢他。那安天天，我当然是谢，我是谢那个位先生。大伯，您那是随口谢，我们得正经的。那3个辈要当面谢含义啊！是的，不要说这个诚心诚意。吃3句再下来嘛，吃啥我？大伯，看来那2个人见刚才那位先生害怕着呢。不是那辈，大伯，那辈啊，您就答应我吧。哦，各位姥姥，实在那个一个姑娘非常佩服你，不过才16岁年纪，知识达理，刚义气。我呢，一把年纪，老于世故，我不吉利。